中國學生如何在韓國實現自己的夢想和願景。作為一名在韓國學習的中國留學生，你將面臨許多挑戰和機遇。為了順利完成學業，在新的環境中實現自己的夢想和願景，有幾個重要因素需要考慮。韓國引起高水平的教育和多元化的文化體驗，而成為吸引眾多留學生的留學目的地。在本專欄中，我們將討論中國學生如何在韓國實現自己的夢想和願景。閱讀本專欄，讓你的留學經歷更有意義、更成功。設定目標，在開始韓國留學生活之前，制定明確的目標非常重要。設定個人目標和學術目標，例如獲得學位、提高韓語水平或了解韓國文化。有了明確的目標，你就會有更大的動力，並喺留學過程中保持正確的方向。將目標正常化也是一個好主意，能很可以為實現目標設定獎勵，以保持動力。提高韓語能力。韓語能力是在韓國順利完成學業的必要條件。能夠理解韓語並用韓語進行交流，不僅對學習有幫助，而且對日常生活也有幫助。要學習韓語，參加韓語課程或與韓國朋友交談是好有幫助的。要提高韓語水平，能需要堅持不懈地練習。能可以每天抽出一定的時間學習韓語，用韓語寫日記或閱讀韓語書籍。能可以使用韓語學習應用程序或在線課程，幫助能更有效地學習。3. 創造學習環境。創造一個能讓你集中精力嘅學習環境也好重要。最好在一個安靜、有趣嘅空間學習，並確保你擁有所有需要嘅學習工具和材料。減少手機和社交媒體等干擾也係一個好主意。例如，學習時將手機放在另一個房間，或關閉社交媒體通知，都會有所幫助。喺創造學習環境時，歡迎考慮個人喜好。例如果聽音樂有助於集中注意力，可以考慮在背景音樂中播放古典音樂或大自然的聲音。了解韓國文化。喺韓國生活期間，了解韓國文化也很重要。了解韓國嘅社會規範、禮儀和生活方式，可以幫助能與韓國人溝通，使能嘅留學生活更加愉快。要了解韓國文化，可以與韓國朋友交流或參加各種文化活動。觀看韓劇和電影是了解韓國文化的好方法。體驗傳統美食和參加節日慶祝活動又係不錯的選擇。8. 建立聯繫。在韓國留學期間，建立人際網絡並與不同嘅人交往非常重要。與教授、同學和韓國朋友建立關係，以便獲得學習和職業方面的建議。建立人際關係網絡對你嘅學習和職業生涯都大有裨益。參加學校的俱樂部和社團是建立人際關係網的好方法，因為你可以讓人與唔同嘅人交流，獲得有價值的信息。人還可以通過人際關係網發現新的機會。6. 利用就業和創業信息。很多中國學生在韓國完成學業後都會考慮找工作或創業，因此要充分利用就業和創業信息，從學校嘅就業支持服務、創業支持項目等處獲取所需的信息，並以此為基礎規劃自己的職業道路。參加招聘會和創業研討會是了解最新信息和獲得專家建議嘅好方法。您可以參加就業和創業研討會，以獲得實際幫助。7. 保持積極樂觀。保持積極的心態也很重要。承認自己的小成就，不要害怕失敗，將失敗視為成長和學習的機會。積極的心態會幫助你保持學習的動力。要保持積極的心態，鼓勵自己也好重要。例如嘗試每天早上進行積極的自我暗示，或者養成這些已經實現的目標，並拍拍自己的背的習慣。8. 健康的生活習慣。健康的生活方式對學習能力也有很大影響。保持充足嘅睡眠、定期鍛鍊和均衡飲食，從而維護身心健康。健康嘅身心有助於提高學習效率。例如最好每晚睡7-8小時，並養成定期鍛鍊嘅習慣啊。壓力管理對保持健康嘅生活方式也好重要。例如通過冥想或瑜伽嚟減壓，或者找一個愛好嚟保持頭腦清醒，都是好有幫助嘅。想象你的學習目標，將學習目標形象化，也是一個好主意。把它們寫下嚟，貼在你能看到的地方，這樣你就能時刻提醒自己的目標。想象你實現目標時嘅喜悅，從而保持動力啊。
另一種將目標形象化的方法是製作遠景板。在遠景板上貼上與目標相關的圖片或短語，使其更加生動。手寫或是日記撰寫繪寫日誌，記錄自己的進步。日記可以讓你記錄自己的學習目標、計劃和成就，既可以幫助你跟蹤自己的學習進度。學習日記也是自我評估和獲得反饋的好方法。在寫繪寫日記時，最好能對每天的學習情況進行簡要總結，並記錄下自己的感想，係咪需要改進的地方。下次將有助於你提高學習質量，取得進步進展。對於在韓國留學的中國學生嚟說，要實現自己的夢想和遠景，需要付出艱辛的努力和積極的態度。要把新環境中的挑戰當作成長的機遇，並利用這些機遇不斷完善自己。希望你們在韓國的留學經歷能幫助你們實現自己的夢想和理想。我衷心祝願你們度過一段成功而有意義的留學時光。謝謝通過 Deepl.com 免費版翻譯。